收听3月21号的迦南之声，我是施倩牧师平安。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约伯记1章13到17节，不知道的意念之外，就是因为是意念之外才不知道，不是吗？很多时候我们都说这叫做意外。不知道的意念之外，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正在发生，或是即将发生。可能是好事，可能是坏事，可能是一件小事，可能是好大的事，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。意外的发生常常会让人开始去觉察除了自己以外的想法。原来对方是这样想的，原来那个人他有这样的需要，原来他的价值观，他的信念系统是这样认为的。也在意外的发生常常给人有机会去修正自己对他者的认识。而在这当中呢，更大的恩典是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机会，就是来寻求这位掌管万事的上帝。在自身以内，或许我们用自己的想法去解决，然而意外常常是让我们自己充满疑惑，就好像我们在读约伯记的过程当中，相信弟兄姐妹，你在读约伯记可能会对上帝、对约伯，甚至对你自己所经历到的事情充满疑惑。然而也因着意外，让人可能有一个恩典的机会，寻求这位掌管万事的上帝，来认识他的心意。不管是对约伯，或者是对今天的你和我。所以在读约伯记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要来祷告，要来 RPG 的经文，要预备自己来进入到神话语之前，这个祷告是：上主说，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不是你们的道路，正如天高过地，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。真的是想不到啊，怎么想都不会是这样子，不是吗？今天的经文讲到有一天，就是那一天发生了真的是措手不及的事。约伯的儿女们在这个儿女们当中的大哥家喝酒，在那里办这个宴席。然而有报信息的人跑来报告约伯说，牛正在田里耕犁，在犁田，驴在旁边吃草的时候，突然就有人来攻击，把这些牲口，把这些牲畜都抢走了，而且杀了所有的仆人，只有我一个人好不容易的逃脱来这里跟你报这个信息。结果他话还没有说完，第二个意外又发生了。另外一个仆人跑来说，哇，真的是这个天灾啊，雷电从天而降，击杀了这些羊群和牧羊人，只有我一个人幸免来向你报信。而继续在这样讲话的时候，第三个意外竟然还跟着发生了。又一个仆人跑来说，加勒底人分3队袭击我们，把骆驼全部抢走，又杀了你所有的仆人，只有我一个人逃脱来向你报信。今天的经文就到这里。然而这3件事情突如其来的发生，是不是很像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时候，就像我刚刚一开始所说的，不知道的意念之外，总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。而在这发生的过程当中，常常有人会讲意外跟明天你不知道谁会先出现。所以我们说约伯记真的是智慧书，因为在一件事情它发生的时候，可能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来说并不是一定是负面的，并不是一定是正面的很多事是跟这个人他怎么想这件事情有关。但我们如果客观的来看今天的经文，我们大概都会认为约伯就正在遭遇一个叫做苦难的事情开始发生了，意外开始发生。我们真的
真的不知道会这样发生，甚至我们不知道这样发生之后会怎么样。然而，这对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影响吗？在约伯记当中，我们会看见一开始其实就讲到了上帝跟撒旦之间的对话，大概内容是在讲上帝赐福这个约伯，撒旦认为是因为上帝赐福他，所以他才能够过得这么优渥，过得这么用一个字来讲就是过得很爽这样是2个字，就是在讲说这个人是因为你赐福他，所以呢他敬畏上帝，不做任何坏事，是一个正直的好人。但如果今天他并没有被赐福，或是他没有他以为的就是这样平安，我们来看看他还会不会敬畏你。撒旦想要挑战，应该不是说挑战，而是他根本就相信人是因着在上帝那里得到好处才会相信他。如果今天他没有在上帝那里得到好处，他搞不好，不是搞不好，撒旦认为他才不会相信呢。于是在这里面，上帝让撒旦来做一件事。然而做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只能说这样的意外发生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去论断或是批判说就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他才会发生这件事。好像台湾在发生这个普悠玛的时候，就是因为他要去赶那班火车，谁会知道那班火车最后会是这个结果？好像什么样的一个意外发生的时候，好像我在教会曾经听过有弟兄姐妹分享，他们有信主的时候都过得一帆风顺啊，做什么都顺风顺水的然而当他信主开始，竟然有第一个挑战，第二个困难，甚至第3个接连着来，好像约伯今天的这段经文人的心会问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外发生？然而今天我们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生活当中的意外。很多时候面对意外，当然我们要先处理情绪，然而在情绪之后，当我们在面对这意外的时候，总有我们不知道却已经发生的事。除了面对这些对我们带来的亏损要去处理之外，我们在意外当中还有看到什么样的学习与收获吗？读约伯记的一开始，我想明天的经文更是会说到，在这样身边的人这些财物都损失的情况下，甚至他的儿女都损失的情况下，怎么还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上帝？所以约伯因为他太敬虔，所以他才那么的悲惨吗？我想就如同我们 RPG 祷告的经文所说的，上主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，我们真的不要用自己的意念来决定，来认为上帝就是这样想，我们更是不要用自己的道路，甚至有人说不要把自己的苦难等同于约伯的苦难，因为我们根本是不一样的人。然而我们的上帝他用特别的方式，用约伯记来告诉，或许你正在经历一个意外，或者是你正在经历一个长期的苦难，你有机会在这个意外中来看见你自己意念之外，那个上帝要赐福你，让你收获，让你敬畏他，让你经历他公义的道路。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不是世界牧师讲，或是任何一个牧师
能够说上帝就是怎么样觉得。然而我们都在这当中，透过每一个人不同的生命处境跟经历，一起来经历这位上帝。有一位姐妹就是这样，当她发现自己得了这个免疫系统失调之后，哇，怎么想都想说，这张病怎么会是发生在自己身上呢？还来不及去理解，还来不及知道这样的病症，因为这是一个可能是免疫系统的病症，通常都是可能一辈子都要一直去面对的事情。结果没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的长辈突然就过世了。然后呢，又在这样的情况下去看医生的时候，医生告诉他，因着这段时间你的状态，你好像有这样的忧郁的倾向，一个接着一个，无缝接轨，让人觉得很难过，没有办法过得去的情况。刚刚一开始有说意外让人去发现自身意外，察觉发现，然后甚至有那恩典的机会。就在那样的情况下，他遇到一个朋友，这个朋友不仅听他心里的委屈，还为他祷告，而且他在那个过程中还告诉他，我不敢跟你保证你信主之后你的什么东西会得到医治，但是我可以跟你保证，你信主之后你人生的情况会不太一样，甚至你的人生可以不再忧郁，可以走向喜乐。这位姐妹就在这当中，就这样陪伴，就这样寻求，就这样在人生的意外当中，渐渐的发现觉察自己有许多的想法、需要、信念，真的是越来越多的更新，越来越多的发现，甚至认识这位掌管万事的上帝，透过这些事情对他的心意。后来当然就像我们许多人听过的见证，他的内心很喜乐，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并不是陷在意外之中，而是在意外当中找到那位超越他意念的上帝。这位上帝掌管万事，如今也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你需要从他来的力量，你今天可以来向他祷告哦。我们一起来祷告吧。爱我们的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真实要说，约伯记是一个很需要我们思考，很需要我们静下来好好默想，很需要与你的话语不断对话的一卷书。恳求主帮助我们，带领我们，更是提醒我们，在我们所经历的事上，有许多意外的事，意念之外的事，不论是什么样的事，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有这恩典的机会，是透过这些事情来经历你的带领。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让我们能够在这其中被提升境界，提升声量，提升我们的眼光，使我们看见那在你里面人难以想象，却是你已经预备好你的道路，你的计划，使我们的生命更整全，更完全。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愿你赐福我们在今天来领受你的恩典。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是世谦牧师，很开心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。愿你来经历，在那意念之外的事里面，有上帝美好的心意在你生命中来发生。我们明天见。